害羞哦吼，咱尽咱的真心来大声来甲主祷告。心在，心在，心在。咱拢来敬拜，免留感恩尊严，拢是奉献伫宝座前。咱用上介好的，咱家己无论咱是啥物款，咱就奉献。请咱大家起立好无？咱斗阵来唱，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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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主宰，万民国下民心，我们兄弟主名，就是上实在。现在，现在，现在，主名公安世代，不路上维系公义的主宰。请坐，感谢主，咱到底来到伊面前来侍奉、来敬拜、来聆听。宣调，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宣布伊的救恩。即条咱来吟圣诗，圣诗51首，请起立吟全首。
在心藏，尊的国主宰，万民多想念，心不如兄妹主力。心在心在心藏，主名有万心台，欧陆上维系，公义的主宰。咱委员兄弟来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是主神，万民的创造地位主宰。我是亚瑟基督，上帝的子民，咱的主对现实的爱，对咱主的爱是，以本丢的和平来行动，并且的是爱中的礼物，在上帝对象有多大，就你把这咱们的弟兄的话语，也对亚来信马把的想象。我是信心，行动我的大为，信我的行动，最下面有更多爱，另外的画面，阿门。请坐。今朝咱来领受上帝的话，咱来体用体用文第9篇伫圣诗的后面，也是诗篇32篇。过失得到赦免，罪过得到压扛的。这个我耶和华无算伊有罪，伊的心无干杂的。这个我静静的时，我的骨头孤单。我对你排列我的罪过。我讲，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因为安尼，凡那虔诚的人，伊通找到你的时，就遇到你。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你要用得救的歌，四面为我。我要主目看你，来劝解你。就用马甲姜、马绿色约束伊。歹人受侪侪苦难。恁义人啊，就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快乐。咱即粒三角探头来祈祷，万光荣的上帝，阮大家用阮一个较无的心来到主主你的殿面，阮伫遮要来听主你的教示，也要来领受主你遮来的祝福。望主，你会当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面，互阮不管阮是拄着真逼迫的代志，也是真艰苦，也是阮是非常欢喜的心。阮每一个人拢带着无共款的心情来到伫圣殿内面敬拜主你。主你拢知，望阮会当对主你遐来的话语得到，互阮心内的平安，互阮通过阮题目师今仔日所要讲的，拢会当对阮有所利益。我若将阮教会交代伫主你的手中，阮所要做的事工，拢会当得到主你的祝福，得到主你的引带。不管伫阮的修建的方面，也是伫阮的幸福小组咧推动的中间，拢有主你的圣神甲阮同在。
带领阮。阮祈祷无够的，阮若要用阮主你教是阮的主导文来祈祷。阮的天父，阮愿意相信，越好领导，越坚持平安，你的意清楚天理，阮的知识平安过来，下在阮的保护，提前阮下在保护阮的人，为阮的知识，用阮他的厉害，为我把观念变成东西收，大家有记住，阿门。记载伫腓立比书第1章第30到11节，我来读。我见有赦量恁，就感谢我的上帝。逐摆为着恁众人祈祷的时，常常欢喜来祈祷，因为恁对头一日到今三甲有份伫兴起福音。我也深信起头最好的工。伫恁的要正义，到伫耶稣基督的日第7节，搁我为着恁众人有比即号心志是合宜，因为恁常常伫我的心内，无论我伫试炼中，以及别名来坚固福音的时，恁众人甲我有问题稳定，因为上帝互我做干净。我伫基督耶稣的心有怎样恋慕恁众人？搁我所求的，就是互恁的仁爱、伫智慧以及逐项的了悟充满，搁充满。第10节，直到恁会验出，才会较好的事，互恁宣传无脱碍。到伫基督的日，用伊的果子满满，就是对耶稣基督有缘，要互上帝迄着荣光而落。接咱要来请圣歌队三个来而落。圣歌队而落煞，咱要来请陈牧师讲道，伊今仔的题目是我的祝福。
为主被了你的信心。大家平安。平安。因为是做礼拜较无迄个习惯，我足想要甲圣歌面鼓鼓掌，因为带咱敬拜上帝。佮招着遮尔水的诗歌，遮尔水的歌词，带咱佮一摆来体会做上帝囝子。这几年我有机会受到咱牧师甲咱中州的邀请，会当有机会来咱南高教会甲咱同心来敬拜。对我来讲，人生的中间，这嘛是一足深足水的体会啦。若毋是伫2018年来退休，就无这个机会。所以人生拢是上帝一路一路咧引带。每一遍甲咱斗阵分享圣经的话，较毋是讲从白纸黑字所写遐个话，甲做一个解说。我相信每一段时间，每一个经文，每一个所在有共款的人。拢有无共款的故事入讲，所以咱如果一摆来读，今日所读的是腓立比人书。腓立比人书是张足水的批，但这毋是写到真水尔，因为足侪人足爱读腓立比人书，因为腓立比书吼，互咱读起来非常舒服啊。特别一寡迄个内面一寡话吼，咱大家拢会当朗朗上口，应当一无挂虑，这足水的话嘛。也是讲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说起来，跟想讲，写人写这段话，写互什么人？有什么款的故事？迄阵是发生什么代志？如果咱若将圣经的话，拢甲读到，迄就古早遐个人所写，将迄个故事、遐个话，搁一摆来改溜，搁来。甲我佫有啥物款的关系？为什么咱有腓立比人书？各位兄弟，万人书拢出伫上帝足奥妙的字，会带领甲印出来。你互一个人自是囡仔出世，伊绝对上帝囝子。伊用所有的时间，逐日祈祷、读圣经、受真好的造就甲训练。伊每一日祈祷阮阿拜，用心读圣经，那安尼，伊阁接受足好的训练，为着是啥物？是上帝囝子。总是人的知识有限，也因为家己所的努力，伊执着伫伊认为说什么是上要紧，什么是上应该。我即摆讲是讲无咯。这位法利赛人，这位加玛列的门下。受遮尔水训练的人，伊只有一个心志：忠心伫上帝，忠心伫信仰，忠心伫真理，忠心伫摩西的教示，忠心伫十条诫命，忠心伫所有一切伊应该尽心的。总是也因为这个缘故，伊相信家己，所以努力拍拼去做一个上帝囝子。总是咱读圣经拢知影，后来诚做为着伊认为忠心甲对真理的执着，伊诚做反对拿撒勒人耶稣上结的人。就今仔时代就安尼，少年时代更较是安尼。当时司提反王石头钉死的时，伊甚至徛伫边仔替人顾遐个衫，伊款的忠心，我想迄阵才几岁，总是也无拍算。当这个人搁较成长了后，伊搁较执着一项，所以伊就开始为着上帝真理，为忠心伫上帝教示，伊甚至诚做迫害基督徒啦。
讲迫害是咱讲的，那徛伫伊的角度是为真理而战。兄弟们，这趣味伫伊去到大马色，迄使讲是伊徛伫伊过去一路安尼行过来，到一个上高峰，伊的胸怀内面有大祭司予伊的物件，伊甚至伫遐真拼死要为了上帝搁较拍拼来做工，就伫大马色路中去学大光照。其实这个故事是后来保罗家己讲出来。当迄对上帝遐来光照入我的时阵，才照到我内心那些伊认为伊应该的敬言，伊诚做你啥事困着我。这对保罗来讲，一生内面这是一个真大的 shock。你了伊迄个时，伊讲我是安怎形容？我像痴迷的人，我3工无看。讲3工是后来才知影，不过伊会当感觉伊迄阵什么都没有了。总是嘛，通过别人的帮助。当伊甲迄句话对话时，我就是你所困着的拿撒勒耶稣的事。当一日大马色，人的帮助甲祈祷，伊的目睭阁紧起来，对来讲会深深体会。我是真罪愧，各位兄弟，这种甲伫生命中间，要开始要出发，真个要紧的点，那用保罗来看时，他重新意识到，在基督耶稣里圣灵的光照，原来我是个罪鬼，也有这个缘故，连我这款人都会得救，为什么人无应该得救？袂当得救，嘛用这个缘故讲，因为基督的听逼我。吹逼我，所以我若无传福音，我就有知的呀。各位，今仔日咱信主3天5天、30天50天，从囡仔时代就信主你我。其实真侪时阵，咱咧讲信仰、讲教会的时阵，难免也是有限伫咱家己一生中间，我想、我美、我爱，总是因为这个缘故，上帝讲要教会整个活动组织帮助咱。不断地脱胎换骨，这就是牧养的意义，这就是牧会的价值。牧会毋是创造真侪机会，互咱感觉真好，是搁一摆不断甲咱生命挑战你，你着定头死才会见上帝国，迄种的生命境界。所以这因故保罗，伊立定心志，要将一世人活是为主基督。这个讲最历代教会内面一个最要紧的条件，就是信用最大，就是帮助咱我拢是为主基督，是主点伫我内面的话。历史有得行，当伊到安提阿的时，上帝通过一个机会，呼召人。开始经验一项，就是车派人到伫各所在宣扬耶稣基督福音。你若甲对照到马太福音28章的时阵，这个故事本来就是伫信仰、伫教会中间不断的发生的，就是环顾天下去吧。各位，咱的世界有偌大，咱的世界不断就是我要安怎来活。我要安怎甲主活，我要安怎为主来活，就你的世界就要偌大。保罗、巴拿巴因出去了。后来第2遍，保罗因为马可的缘故，所以甲巴拿巴全分开，这嘛有上帝的意思。保罗这边带西拉斗阵出发，真趣味哦！一直开始行到罗斯德，罗斯德发生一项代志最要紧。邀请提摩太加入，总是因伫小阿西亚代志传道理的中间，无拍算信心。伊讲保罗讲，这是圣神对我的催逼，因为我伫小阿西亚直做，但是无拍算。好像有一个心、一个声，一直爱跟他有所调整、甲改变。就是你是伊看见马其顿的呼声，也因为这个缘故，我讲一摆。无人决定头前的路，是上帝咧安排一切。
保罗就安尼水，伊就马上带即个传教的团体离开小亚细亚，离开亚洲，然后进到今日所讲的欧洲。第一个卡大的所在，对马其顿来，到伫迄个城叫做腓立比。人要读腓立比书，一定要倒转到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甲保罗第一个相拄，伫迄个河边。伫遐，因这人的帮衬，保罗伫遐宣讲福音，但是因为因见证基督，牧师无爱阁讲使徒行传，你大讲修长，因为迄是阁讲遐故事落落长。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保罗第一遍到腓立比，伊竟然互关系加大，而且迄边的关系是用攻击用拍，才发生迄个半暝加人的门大开，顾家的人就来讲，我着安怎做？也保罗留一句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腓立比的教会安尼开始，腓立比的教会是对保罗受攻受拍，保罗伫河边传扬福音，伫遐来开始，所以伫腓立比的教会就对遮开始是从保罗的受苦受难，所以对腓立比来讲，因是永远的纪念一项，阮先生为了阮受拍，像当时。梅格姆牧师，像当时巴克的牧师，像当时马嘅牧师，因伫白水溪，因伫网家教会，因拄到这个代志。腓立比的教会就是安尼，但保罗嘛无停留，伊对腓立比了后，伊嘛到伫帖撒罗尼迦，对帖撒罗尼迦，伊嘛到伫雅典，到伫希腊，后来到伫以弗所。以弗所是伊停留上久的一间教会，1年半久。一路行到以弗所时，已经经验一项，人要主动讲，你莫阁去耶路撒冷。但是保罗一心阁转去耶路撒冷，好像当然是耶稣一心要到耶路撒冷共款。伫遐嘛有言讲，你去耶路撒冷会受罚；伫遐嘛有人讲你去耶路撒冷，耶稣甲伊讲，我要受苦。总是生命的历程。都是挑着软着吃的，也不是挑着硬着玩的，不在软不在硬，而是在乎上帝的带领。保罗有到对以弗所，后来离开以弗所，拜别以弗所的信徒，恁过迄段故事，恁会记袂？因大家好啦，就像当时马太伫希腊迄个所在，当伊过一摆要倒转来时，因大家送伊到二上船，因为迄阵坐船对希腊要转来时，大家放声大喊。其实迄阵已经到1900年，到伫马太的上落尾的前程。离开以弗所无，佫有倒转耶路撒冷，伫遐受绑受命。各位，当保罗伫耶路撒冷受压、受审。一年过一年，后来继续到罗马。这对伫腓立比的教会，对真教会来讲，对以弗所的教会来讲，这拢是一真大爱追求。写书哪有一款代志 ？Why？What's happened？ 是安怎？我虽然先讲遮个，若无的时候，当时咱读这段圣经会使讲来是无要无紧买餐贵，不轻不重的。是安怎有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就是，其实保罗已经离开腓立比好10年啦。这10年的中间，保罗已经开始伫腓立比的所在，因为保罗伫加加中有写4张会，腓立比是第4张，上尾张，差不多已经到10年啦。会当讲伊用关伫加加前后已经差不多2年久啦。对腓立比的教会，因听到因的老师、因的牧师讲关伫加加是情何以堪？因体烦恼，就是咱逐礼拜周报拢写请带头，请带头。然后咱为了保罗带到要啥？带到讲早日昭雪，早日出狱，早日重见天日。我倒转来到保罗，伊等于写过，伊写有以弗所的时，伊写有保罗西教会的时，伊佫写有腓立门的时，到落尾写腓立比书。为啥腓立比书？因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因对上帝疼心，对这个牧师的疼心，伊是足唔甘保罗伫加加接受苦，所以伊嘛知要怎做。罗马政府权力这么大，
我们当要该安怎祈祷，我们当修业办法，我们来帮助我们的牧师嘛。所以就经济上用的，经济上拄好的，伊名或者伊巴菩提，伊巴菩提，你去罗马，你教过咱的牧师。从来这不是一个浪漫的故事。对菲律宾到罗马，又是一段多么遥远的路程啊！到底食什么头路我唔知，但是伊领受了教会这块，伊就一心志，那我就去。无拍算，伊包第一个到罗马要过保罗，水土未合，就先倒落去。哇病，足伤重。你甲想对菲律宾到听来讲，哎哟，歹一个去，啊伊个去才阁破病，啊，你知影来回的消息拢相当的长，但是大家心都痛了，都乱了。感谢主啦，伊包有天无死。保罗讲过，讲到好势好势，佮用起来，等用起来了后，伊考虑起来，转去，转去甲因讲吼，甲讲我即摆情形，啊嘛等我互你看，我佮转去啊。所以上医把我摕转去，啊你要转去，我写一份批，互你走来去。伊嘛一番话讲到几哩，伊要甲讲啥物？保罗迄张批寄来，我歹命，我冤枉哦，无天良哦，讲到这罗马政府哦，讲到啥？他写什么？各位，什么叫做信仰？你的信，咱的信仰，你看咱什么款的对话？读菲律宾书，你若对遮谈天谈地，你会觉得 amazing。这个风过日解我前后2年艰苦到要死，搁想着过去。我真的很想说，我若回想过去那甜蜜的岁月，想到现在的处境，难免悲从心中来，对不对？8000里路云和月，都已经白了头发。菲律宾是对遮开始的。虽然顺着保罗的批，顺着伊的心，顺着他听伊的声，读着伊的性命，我真的期待是导入我们自己生命里啊，甲放伫咱家己性命里面。所以今日牧师是讲，若照算是，可能这几年在最后一摆甲恁讲话，伫做礼拜。所以我想啊，读这段批带来我的祝福吧。无祝福恁读较重啦，无祝福恁添丁较大财啦。这我嘛唔敢安尼讲吼。这是我的祝福，祝福下，祝福到恁来读这段批吧。拄则安尼读过啊，恁阁有印象？有时吼，安尼书要读过吼，咱差不多读了，我听起来恁差不多袂记了。这嘛是真麻烦的代志吼。好，第二这条内容呢，我是为了分享我的3个祝福。啊，这祝福毋是我，是讲我读着保罗，看着保罗，读着伊的生命，然后读着我家己的性命，就想要甲咱讲有啥通祝福？伫这种会内面，好像什么？保罗就是活在基督里。活伫基督的内面，不是一句话，活伫基督内面，就是伊逐天的性命全面的表达。我逐摆若想少年恁的事，我就感谢我的上帝。逐摆为着恁正人祈祷时，我就常常欢喜祈祷。各位，即个人吼，逐摆若少念恁，啊，话若要讲到去后壁，你就知。逐摆我若少念恁的时，逐摆我就感谢上帝。逐摆我恁正人祈祷时，我就欢喜祈祷。10年啦，10年就是时间嘛。逐摆就是每一遍就是随时嘛，伊讲着欢喜。我想保罗第一个功夫是什么？还是我第一个祝福？真的活在基督。保罗毋是干那有信仰，保罗毋是干那过去啊真好的回应，毋是干那讲哇，按照我哋菲律宾到偌好诶，那无吼甜美的回应会带来现在更大的受伤。
我想较早遐尼好，即摆才歹命。毋是，因为伊时时刻刻拢甲主动在。所以，你看基督徒的矛盾，对，讲到某一方面，我们可以考虑；一转念到某一层面，啊，马上掉到谷底。讲到昨好好的，讲到今天不行。但是保罗是随时拢甲上帝相甲伫咧，日子伫基督的内面，这是一种上天的智慧甲性命。我逐摆若想恁的事，逐摆若替恁祈祷的事，伊将逐摆的笑脸甲逐摆祈祷两个结连做伙，甲伊放做伙，夹在一起，将凡事拢放伫敬虔的中间，我有甲上帝相拄，我有甲上帝相拄。所以你若问我这10年来你怎么过的？我跟你讲出话，我天天跟基督同在，基督天天与我同在，就是这样子。天天就包括当当时我有讲的是嘛是同在，嘛是包括我跟你相处这么快乐，嘛是同在。这段日子甲上帝相爱的。所以保罗讲，我一心内面到即摆，我只有纪念一项，耶稣基督伊的十字架甲结果啊！耶稣基督伊的十字架甲结果啊！日子以来，我一直甲主相甲伫咧。我只有话是讲，因为疼，我传扬福音，甲人相甲分享。你若腓立比书继续读落去，甚至有人讲保罗讲有啦，我到这嘛，有人咧甲我糟蹋，但是。这有何妨呢？这也是腓立比书很有意思的一句话。这又何妨呢？就是因为这样讲，伊互行过路拢正面的价值甲正面的美丽。所以亲像这款的保罗，伊才会伫罗马人书讲一句话：万事互相效力。白话伊翻到足好的嘛，万人书道道来。听出来对着你了，心里本的方面更好啊！上帝让事情，什么事情都会一件一件的发生。只要你爱主，什么都会产生正面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伊讲我伫感谢中欢欢喜喜来祈祷，因为他活在基督里。我也祝福大家天天活在基督里。啊，这是你的功。我们自己来写功课吧。第二项的祝福是什么？保罗来讲一句话是上帝国度。咱逐礼拜做礼拜拢讲，你的旨意你行，你的国民教。因为你读这吼时间对第一到第二天，这是时间。状况是什么？包括讲这，包括我伫挂体验的事，挂体验的事。在捆锁当中，保罗将时间的状况把它连接在一起，在时间当中，在状况的里面，我就活在神的国度里，我就把你上帝讲，无互时间，也无互状况然后限制了我的，限制了咱的心思，咱的观，咱的意念。这无论什么事。无论什么所在，我活就是基督。所以你若腓立比书我读的，后壁讲一句话什么？或饥饿，或缺乏，或饱足，或有余，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信天不是每天那个早安图，那你加9加9按你的概念，是每天都能做，他都有感受吧。我很喜欢跟人家分享说，我活在基督里。我就用一个圣餐桌的比喻，圣餐桌有5面，我们可以向后看，已经成就了，基督已经为我而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来死了。我们不能买咱头前看，已经上天真上帝大名，伊伫遐，基督已经过我。咱买当内面来看，有注点伫我内面了。咱买当外面看，凡事拢有上帝甲我相甲伫。
咱买当用头前来看，他必在，他必欠的生命。我们不是抱着讲啊，将来我有一天来出头天，不是，咱随时拢跑伫，基督已经为我来死，基督已经过啊，基督已经伫你里监察所有一切，基督嘛伫我的心内，基督嘛伫我的中间，基督伫头前天后，凡行事我活伫上帝国度。你感觉伊伫罗马大家心智就是逐日经验这款的信仰，还是关系？世间是没有办法摆平的啦。永远拢无共款随时来的挑战，这是第二个祝福。第三个祝福是什么？保罗当年就想嘛，伊咧写这种批吼，啊，拜托伊嘛有地理地理读互伊听，啊，伊咧写的时，保罗写批拢毋是家己写，用念的。啊，人可以想，代笔的想，所以你可以想象哦，他一定会一下子抬头，一下子低头，一下子沉默，一下子想，啊，你哪念哪想哪讲，等保罗写讲啊，你要转去啊，伊的心内是什么？伊的心内讲，我将我的想念化成一连串的祷告，所以讲保罗讲我要祈祷。各位这方北地的家家内面，关于家家前后已经超过2年了。这款的人，伊要祈祷什么？是咱在替祈祷，还是替咱祈祷？我有一摆有一个足特别的感受是，去探访朋友，探访一个朋友，而且吼，啊，我甲伊讲啊，我当然去探访袂使伤久了，咧第二，啊，我都讲一个时阵，就爱结束拢爱啥？牧师替你祈祷，因为迄摆啊，被他抢先一早。牧师，我替你祈祷，牵着我的手替我祈祷。我较少有这个机会。祈祷煞，伊笑我喊，伊笑我流目屎。我互一个。好，的人甲我祝福。保罗奉行的是，伊祈祷什么？祈祷讲，恁的疼心，请你注意吼，祈祷恁的疼心有真知识。谁没有爱心呢？当然都有爱心啊，北部疼啊，红某衫疼啊，等等，咱拢有疼心，但是讲疼心要有真知识。什么是真知识？你的真知识懂得分辨什么是最好的，有那样的体会。亲像耶稣、保罗、玛利亚讲，已经到上好的福分，有真正判断的能力，而且多而又多。记得，今天教会不怕没有爱，可是今天教会会乱，也是因为爱。一句爱教会可以把整个教会弄得成问题。一句爱上帝也可以把所有事情讲得爱。父母不是没有爱，因为我就是因为我爱你，不要跟他分手了。保罗说：“我要祷告给你们爱。你知影耶稣最后伊要祈祷啥？我祈祷恁会当合一，我祈祷恁真正会当彼此相爱。”这是耶稣到最后要跟学生分离的时候，他心中的最大的挂念：合一相爱，彼此相爱。所以你想哦，保罗迄阵哦，伊用大爱讲，互你们当祈祷里，就捆绑中的人讲，让你们有真知识，会当真正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上好。有时候感觉连教会真正不是需要什么大量的才能恩赐，当然需要啦。牧师当然要有才能，要有武术，甚至嘛要有真侪经费。但对那种属灵生命的渴慕，真的是咱今仔日上需要。下晡我需要将你进教会做中级训练，只是想跟他们说，做上帝担当，上要紧还是心境、心态的问题。
今日教会所需要是一种属灵的渴慕跟深度。看明是上帝旨意。我可以这样讲，林口教会没有什么上帝的事工，只有上帝的事工在林口教会，他要我们去上帝你爱我做起来，这真的是一种奥秘呢。我们这个奥秘又是可以明白。从几个小地方可以看出，基督耶稣那种每天到旷野去祷告，不是练就一身功夫。有当现在基本上我们逼斗的是那边龟仙不装，变 Superman。波基兵那是撒玛利亚的妇人拿过来，圣经写啥？学生倒来surprise，你那台湾哪讲话？那台湾哪讲话？俺写的讲啥？讲啥？什么是真实的敬拜？这么伟大的事情，居然是在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呢？嘛是像耶稣这款心境，才会当看到遐侪人，我都要讲，家己学生讲，你互伊食。我跟人无本恶意，两边嘛。我们只有无本恶意，又能够做什么？在那个日落黄昏的时候，我想你12个学生手拿摕12斤，剩的讲1斤，我伫我管。我想对因一个后传道理是，这是一个 amazing。对就无柄恶意，到即马我讲手里都抱1斤满满的皮甲饼。当然后壁佫一个故事佫走出来。后来耶稣也讲，唔好以为食饼食鱼食饱再来对我。其实耶稣做个比喻，人拢来啊，无见到佫拼落去。耶稣讲，咱就不绑你。基督耶稣从来没有被绑在一个人的观念、态度、需求的当中。今天我也可以活得这样子，不然的话，咱点了就有人情世故绑架，就有一些人的伦理道德绑架，地搞咱我都真的放不开心。耶稣的地位，一个当场被抓到行奸淫的女人，竟然讲是该死。太清楚了，该死了。那个故事我就不再重述了。当然也包括，当日查某人用香油抹耶稣的脚的时，用人的上前看法讲，哎，这无彩钱。但耶稣看到他就是这么拄好的时间，做这么拄好的代志，这是一种美啊！甚至讲福音读到倒位拢有纪念。这是一种美啊，不是你们的弹头可以想得到的。我记得我嘛祝福咱整个行路，咱的教会咧，包括你家己甲咱的整个教会，真的能够享受到，在爱是有真知识、真判断。时时刻刻做出上必要的选择，这就是平安啊！这就是平安。随时做一个上水上拄，这就是耶稣讲的：，世间有苦难，我令平安。所以保罗基督讲，靠着耶稣心内充满迄种水、阳光、正义的价值来讲。第一个祝福。就活在基督里，就充满感谢和快乐。第二个祝福，活在上帝的国度，生出只有耶稣基督并且有义气嘛。哎，我们不是从此不见哈 ，See you。我希望你下次再来的时候，改建已经完成。下次再来，我要听牧师说分享，不要让他含着眼泪说累死我了。再一次回来的时候，幸福小组去做电影。上帝从来不要求业绩，
但是没有业绩真要命。不是因为为了有业绩而业绩，而是恁就业绩做做，我的心就欢喜。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愿你的旨意一成，一对你，亲就天意。祈祷靠主耶稣的名。即点咱来回应上帝的话，咱来吟圣诗342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点我来报告。东港的厨房，请咱厨房的东港家己看吼来注意，甲咱聚会人数，请咱家己看。再来，咱本会的消息，今仔会感谢郑牧师的信息辅导。第一，下晡定期的中执会，请咱相关的东港举办新来参加。今仔日游园麻烦上元团契的会长会当列席报告。第三，5月12日是后礼拜吼，咱保亲节是联合的礼拜。有要洗礼的兄弟，咱的牧师也是干事来报名，是今仔日日子吼，通方便安排以后真理的课程。后礼拜有小丽的洗礼是林家俊，老爸是林胜豪，伊的妈妈是林幼珍。咱后礼拜三吼有爱餐，问咱大家当家己炸家己的餐具吼。再来，咱第4点，咱的幸福小组已经拢开始。咱若有女性者想要来带来，咱会当看咱内底的时间，若有适合的时间，咱会当带领较侪人来参加。再来，关怀大道，一处表演的有谢惠美、曾文德、杨敏珠、郑明霞、林李敏珠、徐建鼎、欧明达、林长青。带伊的有马来金、李希敏、洪本展弟兄的妈妈。第三，为着咱教会1楼的礼拜堂甲3楼的礼拜堂要整建维修的代志来关心大道甲奉献。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感谢大家平安。我先来介绍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第一摆来一位林淑玲姊妹伊是有来过几摆的林淑珍姊妹的妹妹咱欢迎你欢迎伫后面遐来，我来欢迎。感谢主愿主帮咱互伊拄啊搬来南口的所在，拄啊搬来南口的所在，会当真紧来适应。过来咱搁一遍拍鼓感谢咱敬听的地牧师这几年来伫咱教会。有甲牧师即个分享啦牧师是讲伊过来当然有一段时间可能会伫咧外国的所在伫遐来侍奉即个咱祝福牧师伊伫侍奉的过程中间拢会当有上帝同在上帝的同在。我嘛真感动，对伫牧会的过程侪时间嘛会甲咱的牧师伫遐有侪分享透过牧师的经验帮助咱的教会虽讲暂时离开啦暂时分离或者我看即个在临时的时阵我的目眶嘛红红，牧师目眶嘛红红，有真深的感情。我相信这就是一个牧者伊伫牧会的过程中间，甲咱兄弟姊妹有侪真好的经历毋通讲牧师虽讲暂时离开，但是相信咱伫主内面时常拢会当有真水阁好的结个。搁一遍拍鼓来感谢咱。安尼来报告咱的幸福小组我无要搁加讲所以讲毋茫讲咱这有4组的幸福小组即马加起来差不多有11位左右的兄弟姊妹参加伫即个内面总人数加起来差不多50位兄弟姊妹伫内面来参与福音的行动毋茫兄弟姊妹咱踊跃来参加以上报告。即点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是《腓立比书》1章30，咱同心来读2摆来，我既不下力，当下快手的；我既不下力，当下快手的。即点咱来吟上咏513首，请起立来吟全首。咱吟诗。
算，请内务司局长。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感动，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接起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请后走了后，咱大家来念平安礼。请咱互相来请安。
在哪里？走过去。下雨啊，是因为下雨啊，不然。